江律師啊，我想問下咧，即係話近排咧，我係啱先申領咗呢個爆破施工許可證嘅。咁我又想問下咧，係咪領證咗之後咧就可以合法咁樣同我老婆施工咧？正常係㗎，做咩咁問啊？即係咁嘅，即係我老婆咧，尋晚就話我某啲行為咧係可能構成咗呢個治安管理處罰法裏邊嘅猥褻他人。咁係你唔啱啦。雖然一般都達唔到行政處罰嘅程度，但係你明顯就係破壞咗家庭深夜安寧權，仲企圖啟動造人工程，攞定個鍵盤出嚟啦。咁我請求適用不可抗力喎。畢竟我老婆套睡衣款式咧，就對我本人嘅意志自由咧構成咗實質性嘅干擾喎。我就咁睇，假如夫妻一方過度主張夜間施工權，導致另一方喪失睡眠履約能力，至少都應該承擔早餐供應嘅違約責任啦。唉，不過最後咧都係履行不能。何解嘅呢？難道係因為基於產品質量法，你呢個設備自身存在敏感度過高嘅缺陷，達唔到質量過硬嘅標準？你切，沒聽說過。